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：行船走马三分命。以早技术无遐发达，交通路草嘛无像即久有带路机，出洋阁有可能会撞到海贼。对讨海人来讲，规世人伫海上趁食，10分的性命剩3分，7分交予天公伯啊去做决定。这是一种感慨的心情。这句俗语就是咧讲，做交通运输这道的风险真悬，性命当时要拍无去嘛毋知，所以讲大家出门在外，目色爱卡，危险的环境爱知影闪，嘛毋通伤过自信，才会当保平安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